我是党员，为了人民的安康、幸福的江山，我们甘当基石，勇敢担当。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大陈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在我们万众期待的衢州市两会胜利召开之际，大陈村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领粤跨党建结对共建活动。今天下午，我们村党支部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党总支部、江山市文化馆党支部、江山翠文小学党支部喜集四方良缘，制定的戏曲与乡村双振兴的愿景与行动。值此之际，我们尊敬的中共衢州市委书记徐文光驻浙江省文化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厅党组成员端木一生，衢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峰，市委常委秘书长陈锦彪，市委常委副市长吕月龙，在我们江山市委书记童伟新、市长舒畅等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感谢各位领导的莅临，同时也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领导对我们美丽乡村的建设的种种期盼和厚望，谢谢你们。谢谢乡亲们，为贯彻党的19大精神，致力以党建促发展，创建党建结对共建交流模式，驱使传统戏曲融入美丽乡村建设。今天的党日结对活动可谓是群贤毕至，成果斐然。是啊，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我们4个结对共建单位联合倡议，在我们大陈村创建浙江省，也是中国第一个美丽乡村戏曲旅游基地。各位来宾、乡亲们、朋友们，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尊敬的中共衢州市委徐文光书记为我们浙江美丽乡村戏曲基地揭牌。掌声有请徐书记。谢谢，再次感谢徐书记。好，来，再一次感谢我们尊敬的徐书记，请徐书记放心，在你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大陈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美丽乡村建设的杰出典范，一定能够成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成功样板，一定能够成为乡村振兴大花园里面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好，那么此时此刻呢，作为小百花人，单凭也感到无比的荣耀，因为我们江南的美丽粤剧和中国历史文化古村进行了一个高度的融合。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进行党建结对共建授牌仪式。掌声有请我们大陈村党支部的结对单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党总支书记刘建宽，江山市文化馆党支部书记朱希群，江山市翠文小学党支部书记江青联袂登场。同时也让我们掌声有请驻浙江省文化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厅党组成员端木一生为以上共建单位授牌。
谢，恭喜大家，恭喜大成。那么从今往后呢，在小百花党总支的领导下，由优秀青年演员，特别是党员同志们组成的梦想火花团，将每月光临大成，将为我们的大成乃至江山的市民们、学生们进行粤剧艺术的系统教学。朋友们有信心、有兴趣的话，可以积极踊跃的报名哦。单平说的对啊，小百花从今天开始啊，将向全省寻求10大校园爱乐基地，而我们的翠文小学不仅是小百花的第一家爱乐基地，而且还能专门创立了大成剧社。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进行小百花浙江省10大校园爱乐基地大成剧社授牌仪式。掌声有请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党总支书记刘建宽向翠文小学校长许慧君授牌。掌声有请。好，掌声有请刘书记、许校长。谢谢小百花，也谢谢我们尊敬的刘书记。小百花大成剧社的成立啊，这是党建剧队以大成为戏曲基地，面向全市的孩子以及全市民众爱好粤剧的百姓，给了一项大福利。你们欢迎吗？欢迎。我看一点不欢迎，谢谢掌声不够激烈。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热情。那么在这里呢，单平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未来的大成剧社啊，它不仅要教学成果在大成这个基地进行阶段性的展示，而且还要在今天的这个直播平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东方剧院播出。乡亲们，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IBN 互联网电视总编辑王坚平和浙江戏曲联盟常务副主席、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党总支书记刘建宽一起颁发浙江大成戏曲家互联网实验基地的牌匾。有请大成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周顺福揭牌。掌声有请。掌声有请。感谢我们的王总编，感谢王总编。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今晚的现场呢，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帮助下，已经在 China TV、CIBN 高清电视、CIBN 东方大剧院、CIBN 手机电视、人民视讯、看东方一直播、花椒直播、奇奇直播、东方头条、有相视频等11个平台联合直播，是一次覆盖用户破3亿的党建宣传大行动。通过互联网展现我们党建结队的创新成果，展示我们为此而生的浙江美丽乡村戏曲旅游基地的大成畅想。诚如本次党建基队的工作倡议，浙江是习总书记新时代三农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是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发源地。为倾力支持乡村振兴计划，探索实践戏曲与乡村双振兴的计划的浙江样本，我们4家共建单位联合浙江戏曲联盟与互联网电视创建的浙江美丽乡村戏曲旅游基地第一场演出花落万家，
小百花大成美丽之夜现在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党员、国家1级演员李肖文和国家2级演员徐嫣娜联袂为大家带来《梁祝》选段《18相送》。掌声有请！掌声有请！看着情意两不移，
一暖一小你，愚兄明明是男子汉，你不该将我比女人。色月光，两股暖儿增白堂。走吧。 他平毛色。
两兄你花桥早泪夜帝，曾祖两兄曾从梁山伯与祝英台，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生前无缘恨悠悠，死后双双化彩蝶。在越剧的舞台上，梁祝化蝶重生的千古绝唱，将东方美学的极致唯美与浪漫演绎的淋漓尽致。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在职党支部书记，我们的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芳，携全体优秀青年演员们，为大家带来《梁祝》选段《回18》。掌声有请。一边走啊，一边带，我为何不偏红纱山上走？一边走啊。
记不牢，何苦一场记心好？3月春，4月红，心动可灭杜鹃闹，因为万岁不是早，3把献帝高声叫。4月5不端午，祭奠却自宗自保，3把故宗是将，检讨应该把孙家。6月以内算对消，因为万历推回家，龙虎一族最下3把为抗转嫁，哎呀转嫁，切8月8，明月千里早返家，苍梧寂寞诉黄菊，3把应该欢月老。过了9月14日，艳阳天里心自高，世俗不尽要的好事，我功名太忙了。写出这悲伤谣，才有仔细放弃。来年春天最逍遥，3年同场情深长，小皮重逢曾经在。精彩表演。如果说《梁祝》是我们中国粤剧舞台上的经典剧目，那么妈妈的那碗大陈面就是我们中国孝文化当中的经典村歌。据说这首歌在座的所有乡亲们都会唱，是吗？让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妈妈的那碗大陈面，伴随着我们一年又一年。妈妈的那碗大陈面，伴
伴随着我们一年又一年。接下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大陈村的汪书记，携我们大陈村的乡亲们联袂，为大家带来这首曾获得中国乡村10大金曲的《妈妈的那碗大陈面》。掌声有请。风中翻转，香香的在碗中盘旋，美美的或者我们幻想那芳香诱人的大陈面，遥远的这回首前来，落户在大陈的上街，初中迎接的银河烛托，就像这浓浓的大陈面。妈妈的是爱，幼稚的祝愿，浓缩进芳香可口的大陈面。不管我们走得多么远，故乡永远在我们的心间。遥远的从回首前来，落户在大陈的上街，初中迎接的银河烛托，就像这浓浓的大陈面。妈妈的那碗大陈面，伴随着我们一年又一年。不管我们走得多么远，故乡永远在我们的心间。妈妈的那碗大陈面，伴随着我们一年又一年。不管我们走得多么远，故乡永远在我们的心间。故乡永远在我们的心间。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这首歌我唱了无数次，登过无数次的舞台，但是最后一句我都不能够完美的完成这个作业。这就是我们大陈村的村歌的穿透力，更是我们大陈人民、我们大陈村民的一种精神粮食。
所以春歌能够让大城村村民找到自己的灵魂，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更是我们大城乡村振兴的一种希望。谢谢大家。下面呢，精彩还在继续，有请我们小百花青年党员、国家一级演员李肖文、徐红和谢禅为大家带来粤剧《碧砖选旦》，大家掌声有请。夫人啊，劝妻就要嫁我园，且听我另类相劝。只怪我从今是做错，陪你夫人受穷冤。怪只怪朋友设计掩害你，假造经书偷肉钻。事情是迈不下用朋友事，难为我用重要做为家园。千错万错是我错，我这里想你陪着是光。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分爱我是多气多恼多心啊酸。怪你我会是一想也假期，想起来是很心很过。怪爹娘出去错配婚，害了你这个配心为你的为心啊好。想从前我半三半四半问你，你却是我也我太快，你却不想不理睬，为什么你要满诉满心满肉粽？孩子比谁苦谁难谁到今，还都是可爹可娘可伤官。既算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你就该去娶个美的美貌是美人娟。心肝宝贝啊！娘子，母亲的话你不要听啊！
哎呀，宝贝哟，阿玲是我个手心哟，媳妇同样侬是我个手背哟，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太婆舍不得那2块肉。媳妇啊，侬心宽宽起何为哦？也得媳妇来剃头。阿玲从前太亏侬，难为伊今朝陪在是来陈车。侬可以跪到西，哎呀跪到东，媳妇的跪的是红爱呼呼呼。媳妇侬三番发力，已是长远发主要去红上做，各种求教也是宝。侬原谅媳妇就有好结拉哥，听从婆婆接我红果，高明夫人与侬做。为边年迈老婆婆，你何必苦苦相劝我？夫妻不是监狱，逼我是不明不白谁折磨？我不愿与他夫妻哦，我情愿一座断堂的瓮宫。媳妇侬是月亮风春一夜拉风，我也头来嘛2夜头。媳妇啊，侬马个神经接不婆，夫妻总快情深哦啊。西湖的水，江南的梦，多少才子佳人搬上了越剧的舞台，向世界送来了款款中国风。接下来，请欣赏中国越剧舞台上的新一代我们的领军人物，省党代表、国家1级演员、文华表演奖金贵表演奖获得者蔡哲飞和国家1级演员周燕、徐国芳、优秀青年演员杨韵联袂为大家带来的越剧骨子老戏何文秀选段《算命》，掌声有请，谢谢。
雄厚夫人要的
真来再付钱，算不真来不要命。先生是曾算得明，请他与官人算一明。真乃是家道贫穷人难图，哪有人前来算命？一声声叫算命，我见杨家有同情，难道兰因未听君？难道家中富有成？我想起了杨家家道贫，莫非是富有人前来算命？我本是经过菜的黄先生，他到海宁了样样命，他无曾家教算命。宁请要随无良民，总等曾家教算命。台湾台点心，贫穷曾家教算命。不要银子半毫分，倘若家中有小儿，先生还要送礼金。到铁洞里念诗文，送进小儿马高低。先生生活真气横，句句当头来应心。就算是穷人生命不要紧，我还是请他算一命，陪我上前西上门。想算命啊！想起了我是清晨守寡呀生，唐沙先生年纪轻，这流言蜚语我更难听。深深高叫夫人名，道教文秀心不宁。难道今日虚此意？放声再叫各位啊听，我的算命非别人，冤枉大人算得清。
得巧，定金啊，侬快去请伊来啊！先生，我看侬，好像有点面熟。哦，妈妈，我出自看襄州南昌坡，这海人嘛，还是头一次来。妈妈一定认错人哩。妈妈，认错人啦！认错人啦！哎呀，认错人啦，认错人啦！定金啊，来！哎呀，定金啊！侬快去倒杯茶来啊！哎呀，来！哦哟，先生，快请吃茶！多谢妈妈。好，妈妈，你要说你是男民还是女民？男民，请报是人吧是。妈妈，你快说呀！我也不晓得。先生，侬坐，我去问来。好。妈妈，丁卯年癸卯月，丙申日，辛卯时。晓得在。妈妈，哎呀，先生，喏，我问来了，喏，丁卯年癸卯月，定金啊，比啥？我又不晓得个了。哎呦，先生，侬再坐，我再去问来。哎呦，丙申长，辛卯时。这个嘿，我算了。怕问你，浑身要算自己。平生的女儿我不会算，自己的女儿我算得真。侬去走。好，先生，侬可要老实，详细的帮我算来。你要说不准了，我就当了你的。好，妈妈，我也不搬家，二不奉承，早命长寿。妈妈听他。命里规定，十宗
名满天与星，扶风去浪三叉身，朝中见他泪淌痕，陪他见证我等自此门逃生，他是穷路落爬去飘零，可悲哈子不走桥，仆人不当心安引灯红乱细心脏，如梦少女似残影，于是拖着他前进，他是一往情愿将军。太不算来啊！杀气算到18岁，哎呀妈妈！喏岁啊！18岁渔翁他难行，老爷自在飞来红。曾因光死大在身，明晚小人暗相害，谁求还冤命难成。我那求死的
是我个乖女儿。听他哭得伤心，莫非有何还冤之事？是个呀，先生，我老实同你说了吧。刚才说一个男民是我个乖女婿，冤枉死了，已经3年了。既有冤枉，因何不去申冤告偿呢？我的告上当一堂，提起告上我气呀上。我母女几次去喊冤，男的账当全是他。我是鸳鸯夫呀全告别，都是一等板子滚出呀。那就在我藏着。先生，我叫他到山里头去捉你。妈妈，我一路迎来听人讲，有一位新人请安插金马，明日谁可大海里，你安冤派人去告偿。那个毛孩不退婚，那个官府不团长，真恐怕安冤的板子更厉害。他为官群众的草堂，前面无事不许去，你们去告偿，一定能对伸冤。先生，听侬讲起来，那秦王大人一定是个清官咯。是啊。嘿，搿当然是要去试试看嘞。我们去试试看。丁金哎，这是到哪里去下场子哦？写场，我会写呀。啊？先生还会下场子的？会写。哎呦，搿么现在欣赏先俺下场场子好吧？好哎呦，丁金哎，快把纸笔笔我去拿出来啊！不用，我这里有啊。啊，先生预告，丁金哎，快请先生入门。先生，我们还没有事情欺负的冤枉，你怎么提起笔来去写呢？这冤枉嘛，刚才说明不是已经算出来了？三层廊诉冤屈，十里行去血泪里，四血长子四声闻，明日里听教他自何方唱一些好，妈妈请客。好，好。哎呦，我老太婆不识字个。丁金啊，侬看侬媳妇那细细看看，晓得对不对啊？先生，那秦王大人当真是个清官？亲自岁，名字尽。那当真是天命无私的。好，妈妈放心填词。哦，好。哎呀，要是个趟上子高真，我女婿生了冤枉，哎呀，我老太婆真要好好家弄嘞。妈妈，哎呦，好好的家弄嘞。哎呦，这啥？妈妈，哎，好。今天晚上我们家没有钱，这里有装欺负的孩子去送进先生。哎呀，到底是我乖女儿想得最大啊！哎呦，先生，俺家道平安，没人间享受，那搿
这里遇上孩子送不协商，要表心意。妈妈不用。哎呀，拿去。不用。不用，拿去。多谢妈妈。好嫂子，好嫂子。定金啊。哎呀，先生，孩子丢了在。哦，妈妈，孩子我手下一只，还有一只留在这里。做啥？稍后孩子成对夫妻相会。哎，别！掌声在哪里？好不好？到底好不好？掌声在这响亮！哎呀，真是，这才是。那么想不想听我再唱啊？想不想？哎呀，这个青年演员演得那么好，我们这里着急啊。但是我们今天党建活动啊，我要请上我们江山非常有名气的三君子，大家知道吗？知道不知道？好，有请我们的三个江山的三君子，汪衍军、何军、陈红军，三个党支部书记，同时为大家带上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有请两位书记登场，闪亮登场。站在我边上的这个时候，我说江山所有的春歌80%都是由我们陈红军先生，江山文化馆的党支部副书记所做的曲。站在我边上这么帅哥啊，比我还帅，是我们江山小城市鹤村镇石峰镇的党支部书记，他的歌比我唱的还好。大家用点热烈的掌声，伸出我们大神有名的军旗。好。给大家献上一首《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
舍，愿此拉乡，与天公事必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自设弯弓射大雕。自设弯弓射大雕。举王一。看来这个三君子很有面子啊，掌声非常响亮，啊，非常感谢大家掌声。其实呢，三君子啊，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也非常有情感，他们把这个情感注入到我们这个三君子的歌曲当中来。所以做任何的工作跟唱歌一样，有情感啊，才能打动自己。有了情感打动了自己，才能打动我们身边的每个人。这就是三君子的魅力。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谢谢我们的小百花的魅力之作，也谢谢我们的小百花的在职的党支部书记魏春芳老师，国家一级演员熊奇以及众多的青年演员，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绝人春香传选段，大家掌声有请。丞相一听，这众生在欺侮我们的，这众生在欺侮我们，我们何不定过8年之痒？8年之痒，8年之后，你我都变做什么？